破花岛这是为了迎接27号济公佛诞，所赛季自发性动员来到三港布地，用普天同庆、心灵同欢的心情，营造隆重举办喜事的会场。其中迎接虎年上大特色，第这支真大笔，首创结合5行的元素所定做，用象征镇在金门高粱来接受献礼。每一个人拢人心惶惶，尤其是这个经济面。所以这次咱市方才准备讲用这个真大笔建材手掌将这个佛诞好来互师傅啊、禅师的佛光来普及，互咱大家供养的人请顿的，拢会当大笔建材促进经济安尼这是咱市方上界大推行到这个真大笔建材手掌的这个意义。除了真大笔，伫献礼中央，这只金虎甲这只金钟，更是展现宗教的文化创意，要用后拽艺术来送福气给大家。这是种文创的作品，这外口无当去取得那么，你讲伊下骹的布置金砖，就是讲金虎送福，这意义是安尼。咧配合着今年虎年。虎虎生风啊！2000年兴建的破花岛这是每到济公佛诞，以过去经验，至少拢2000位信众来参与。所以灭风除了会场内外全面清洁消毒，和安全无顾虑，嘛严格遵守人流的管控，量测体温、加挂吹安等防疫规定。根据了解，该寺庙除了济公行为献血，吸引信众来朝拜，更投入社会公益。已经连续13档受内政部协办宗教公益奖的肯定，使人敬佩。当然，普法道济是很热心在整个社会公益上面针对我们低收或是贫困的那个住民都在我们安南区都有非常的投入都有给我们公所的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公所可以在经营地方上面给我们很大一个支持今年2月27日佛诞，上午9点开始到拜寿典礼等一连串活动，也佮有远东科技大学、乐龄大学展现健康活力的舞蹈等表演，邀请大家前来接受观礼。那么市方嘛有准备咱的素食环保的这个平安宴席要互这十方先神来供养。市方也有安排一寡民俗的这活动包括这个写真经、亲子所有一切拢总是为着来弘扬咱济公的济天济公的这种精神。那么迄天咱这个市方我特别做这个咱的济公三宝照护您的健康的这个口罩要和咱这十方先神来做一个结连大家来接受。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